寶城嘅抱負係為客戶提供全面嘅解決方案，由財富規劃、傳承方案到附加價值服務，一站式解決嘅方案，令客戶體驗更加獨特。我哋致力聆聽客戶嘅聲音，革新推出 ConnexGen 平台，為客戶提供額外嘅支持，以至下一代咧都可以做好準備，裝備未來。今次我哋聯同 Hong Kong U Space 嘅合作，推出一個5天獨特嘅工作坊，透過多元化嘅體驗，例如探索職業現實、學習財務技能，開拓孩子嘅視野，培育下一代成為未來嘅領袖。係一個連續5日嘅體驗課程，咁我哋會有啲課程嘅內容咧，佢哋平時上堂係接觸唔到嘅。咁我哋希望咧，通過呢個內容咧，令到佢哋有啲新嘅睇法，亦都可以揾到自己嘅新方向。去認識自己，係啦，真係知道自己嘅興趣啦、能力啦嗰啲喺邊度，有一個好堅實嘅自己咧，跟住先至去探索呢個世界，咁就唔會咁容易喺一個變化咁多端嘅狀態之下，係覺得好迷失啊、輕不着地啊咁樣咯。佢哋有好多嘅機會咧，去改變自己嘅命運，就係因為科技嘅變化、科技嘅發達，所以佢哋更加係要去準備好自己，去捉緊唔同嘅機會咯。對於下一代要裝備好未來咧，我認為嗰個表達能力同埋溝通技巧，對人嘅溝通技巧，我覺得係好緊要嘅。希望鼓勵佢哋多啲同同學好好咁樣相處，一齊經歷多啲。將同學仔咧透過 LEGO Series Play，將唔同嘅元素咧都要融合埋一齊。呢個過程之中咧，就令到同學仔咧有更加深刻嘅沉澱啦、反思同埋表達。今時學到嘅嘢咧，係對我未來好有幫助嘅，因為我可以知道咧我有咩方向可以發展咯。想透過依次嘅活動係學會如何真係可以成為一個大家心目中嘅領袖。I feel like in the future, if there are challenges, I'll be able to overcome them based on what I learned here. 看到我努力奮鬥拼搏嘅身影，即係我攞翻嚟嘅 achievement 係雲集嚟攞翻嚟嘅，就係我自己想做乜嘢，而去指向我想要以後去做嘅職業。每位客戶以至客戶嘅下一代，我哋寶城理財團隊都會全力支援客戶每個人生階段需求，提供頂級服務。今次寶城多元領袖學堂係我哋免費提供俾客戶，希望為佢哋嘅下一代提供一系列智能學習計劃、成長體驗